一世上，人应当抓阮做基督的执事，上帝奥秘事的管家，所求的管家是爱伊有忠心。我互恁论断，还是互别人论断，我拢掠做极小的事，连我家己也无论断家己。我虽然未觉得家己有错，却也袂为因为安尼得到称义。总是判断我的就是主，所以时阵未到，什么拢毋通论断，只等主来。伊要照出暗中的温情，显明人心内的意念。迄时，逐人要对上帝迄位得到懊恼。兄弟啊，我为恁的缘故，替这个事转比家己甲阿波罗，通互恁效法我，毋通过头伫圣经所记的，免得恁自高自大，对中这个看轻迄个，互恁甲人无相同的是一罪呢？恁有什么毋是领受的呢？若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？仿佛毋是领受呢？恁已经饱足，已经丰富，免欠永远，家己就做王。我愿意恁高真做王，互阮也得甲恁三甲做王。我想上帝将阮使徒明明列伫路尾，亲像定死罪的囚犯，因为阮正做一台戏，互世人甲天使观看。阮为基督的缘故，算做是愚拙的。恁伫基督的内面，反倒是聪明的。阮软弱，恁反倒强壮；恁有荣耀，阮反倒受藐视。直到如今，阮要是搁枵，搁喙焦，搁赤身裸体，搁受拍，搁无一定的住处，并且劳苦，亲手做工，互人咒骂，阮就祝福；互人困迫，阮就忍受；互人诽谤，阮就善劝。直到如今，人要将阮看作世上的污秽，万民中的坐台。我写这个话，毋是互恁见笑，就是警戒恁，亲像我所亲爱的囝儿一样。恁学基督的师傅虽然有10000，做老爸却是无做，因为我伫基督耶稣的内面用福音生恁，所以我求恁学我，因为我已经找提摩太到恁遐去。伊伫主内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囝儿，伊的确提醒恁，纪念我伫基督内怎样行事，伫逐位逐个教会中怎样教示人。有一寡人自高自大，掠做我袂到恁迄位，总是主若准我的确快快到恁迄位去，并且我所要知影的，毋是遐个自高自大的人的言语，就是因的权能，因为上帝的国不在乎言语，是在的权能。恁愿意怎样呢？是愿意我带着行动到恁迄位呢，还是爱我存自爱温柔的心呢？